有真侪人拢认为讲，敢若少年囡仔会生条仔。不过论真来讲，现代人食食甲生活形态已经有改变。为10岁到40外岁，拢有可能会生条仔。有皮肤科医师就讲，真侪人会用敏感的偏方来处理条仔籽。不过这若无效果，可能佫会伤到皮肤。所以上好的方法就是去皮肤科量早治疗。今年34岁的苏先生真有自信，徛伫咧台顶参主持人讲话。但是苏先生以前捌因为满面条仔籽真无自信，伫电头门店做工课的时，佫互人歧视。有一些客人就会有一点疑惑，就是会觉得，你的外表怎么会比较没有说服力啦。台湾条仔籽甲玫瑰斑协会表示，过去的观念认为青少年才搞发条仔籽，但是现代人则是西化，生活形态也改变，发条仔籽的年龄层也变快。从以前大概13、14岁，提前到现在大概10岁左右就开始会发生，到了20、30岁，甚至到更年期之前呢，都还是可能会长痘痘。皮肤科医师表示，治疗条仔籽重点是要量早接受治疗，而且疗程需要一定的时间，病患要有耐心也是重点，而且唔通相信民间偏方。其实各式各样的偏方都有，擦牙膏之外，还有各式各样的中草药，然后有些是比较刺激性的精油，很多粉刺它是在很深层的地方，那你擦 A 酸可以加速它代谢出来的时间，可是一定要有耐心，有时候甚至要1个月或2个月之后。医师表示，使用偏方除了无法度有效治疗条仔籽以外，佫可能会产生皮肤炎，甚至可能留下疤痕。医师表示，治疗条仔籽需要按照个人的状况设计治疗方法，愈早来看医生，治疗效果就愈好。记者郭炳条随台北报道。